咱来看日本人是真爱哪看棒球哪啉酒，所以伫日本的棒球场，拢会请查某囡仔派15公斤重的酒桶伫卖美女，而且四界甲球迷服务。这对查某囡仔的体力来讲是真吃力。不过这嘛正做日本一种真特殊的文化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伫东京上出名的野球球场东京巨蛋内面，球迷当伫看球看甲真热的时，边仔拢会有一种后壁排一个大卡棒的少年查某囡仔，四界行来行去。因就是日本野球场一种真特别的文化，日语叫做乌力口，就是专门伫遐卖美女的小姐。日本人是出名的爱啉美女，一面看拍球，搁较是爱一面啉美女。这个乌力口后壁排一桶地美女的桶仔，想要啉美女的人，只要握一个手，因就会马上用喷枪转一杯冰冰凉凉的美女，直接送到人客面头前。座りながらビール飲めるし、で売り子さんが売りにも来てくれるので、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です。这种特别的服务，就连外国球迷拢感觉真好。It's very convenient. It is. It's very so easy. Convenient. It's so fun. It's different in the U.S. in the sense that it's not on tap. It's not coming from a keg, and I think that's just so cool that they do that here. 虽然对球迷来讲是真方便，但是其实这种武力高的工作做起来并无简单。用喷枪的时，技术要真好，才袂互美女的泡抓出来。上重要的是，行路的速度要真紧，才会用在伫愈短的时间内卖愈侪杯美女予人客。お客様のところに早く行きたいので、周りに迷惑がかからないように早足で行動しています。这种排在身躯的美女桶仔，一个有15公斤重，一届的轮班至少爱换10几桶的美女。排这么重的桶仔，搁爱用真紧的速度行来行去，对少年查某囡仔来讲，其实是真吃力的工课。3時間とか3時間半打った時はすごく肩も痛かったし、体力的に辛い部分はすごく感じました。虽然武力高并无限定一定爱查某囡仔来做，但是自30-40年前开始，就拢是查某囡仔伫做这种工作，嘛变做日本野球场的一种特色。记者甘面恁编译。